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现在有很多学生都准备要开学了，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上工作的人，我们都要让主耶稣带领我们，而我们要跟随着主耶稣。现在我们先一起来唱《拣选》。 接下来我们来唱这一首歌《掌上明珠》，相信大家也很少听过这首歌，所以我们会先唱过一次给大家听。你的印记，我听见上帝的旨意，我愿意夫妇敬拜你，我愿意歌颂赞你，一切都是。 我只想让美丽。
抱。说，你的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喜乐。主啊，我要一生的爱你，主啊，我要一生永远不停的敬拜你。